关心台中的停水消息，因为台水公司要进行广线的改善工程，为今日早起10点开始，台中市11个行政区超过22万户爱停水36点钟。除了这个洗衫店洗衫服务直接就暂停，未到零呢，准备4卡水塔呢，水嘛只能冻1天尔，未食当然影响上大。伫放假一间早餐店，伊搬2卡大水桶来伫滴水。 早餐店打开门，头家娘紧开水道，头摕水桶盛水，2个大水桶底甲满，就是要来洗碗洗菜。互人客食的啉的改用矿泉水，头家娘一口气叫5箱。冷冻库的冰角嘛是提早叫货，用上介济的饮料嘛是提早1天就先煮好放冰箱。遮尼大动作准备串水，就是因为10点就要停水啊，而且一改就停36点钟。时间长就惊准备的水无够用，店头内底所有的餐具嘛拢换免洗。那我们目前现在因为停水。 所以餐具的部分都是使用免洗餐具，可以吗？好。人客上门嘛，就要体谅，就连便所嘛无通用。很多店家都已经不开放了厕所了，家里的话可能就不能洗澡了吧。民众烦恼停水无通洗身躯，店家烦恼的是停水时间伤长，水无够用，无通做生意。超过36个小时，就真的是水用完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先打烊。卖豆奶的一透早嘛，赶工做豆奶。头家讲，店内有4座水塔，全部的水拢来做豆奶，嘛敢来当冻1天。没水就只能停掉了，就只能休息了。自助洗衫店是直接放弃洗衫的服务，直接暂停，敢若剩烘衫的功能。这届台中市拢总有11个区要停水36点钟，主要是配合台水公司做压发的改善工程，影响22万5千多户。台水公司嘛伫停水的区域放大水塔做供水站，民众欠的水若是用了，就会当去提水应急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